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即时，请咱备办心，三角来敬拜上帝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阿罗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阿罗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请咱三角来吟诗，咱来吟圣诗281首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。上帝伫圣殿内，大家虔诚礼拜，心肝专一，敬虔跪拜，独一真悲上帝，信靠伊免挂碍，阿罗立到万代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81首。Yeah.
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个新信息的头前第13页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属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12个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到一日专门的上帝。伊要伫遐对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相通。六圣灵，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咱三角来交托上帝的话。今日要启用的是启应文第26篇26，就是诗篇的111页。显着咱三角来交托，着称赞上主伫正直人自治的大会中。我要全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使美良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宽容。伊的手所做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下面咱三角来压头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疼痛的阿爸爸，阮真感谢你的看顾，互阮平安来经过一礼拜。今日会当来教会敬拜你，阮献上阮的感恩。你是至尊、至权、至圣的上帝，主踮伫阮心内，阮就无惊讶，安然自在。阮时常为着家己的私欲，伫个无合理的道路，时常犯错。求主时常甲阮教示应该行的正路。求主，互阮的灵命成长，毋是伫个悲痛，也是患难困苦的时阵才来找你。互阮心中时刻记得你的慈爱甲恩惠。帮助阮持守即份专心、专情、专热爱你的诫命，活出你的款式，伫任何的环境中，拢会当日日感恩，时时感谢你为阮所做的一切。以安息日同心来敬拜，学努你到万代。阮也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的兄姐，求你甲因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圣歌队，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着纪念我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1章12节到17节。和合本甲现代中文版是108页，汉语版是94页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“你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，恁的确着守我遐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甲恁中间的证据，到伫恁逐世代，互恁知我就是耶和华，互恁诚信的。所以恁伫安息日，就是因为是恁的圣日，既若犯着即日的，着互伊死。凡若伫即日做工的，着对伊的百姓中受剪除。6日着做工，独第7日是安息的大日，是耶和华的圣日。凡若伫安息日做工的，的确着互伊死。所以以色列人着守安息日，代代谨慎即个安息日做永远的约。这是我甲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的证据。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，第7日就休困来清营。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。今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安息日的恩典，请牧师。各位孩子，大家平安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充满慈悲疼痛、大权能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出对听，你引带阮，你也用你的权能保护阮、带领阮，互阮平安过每一日。主啊，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，恳求主你的圣神也带领阮。互阮心思意念拢独专务伫你的话，互阮对伫主你的话，无论阮分享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得到造就，得到利益。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以下的时间，愿安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今日咱所读到的圣经经文是讲到安息日。对于安息日这项事，会当讲，对于犹太人绝对是无问题，因为犹太人到即马犹原续接旧约以色列百姓的传统。伫安息日就是拜五日头落山，到伫拜六的日头落山，这差不多约24点钟。对因来讲，这是安息日。虽然在座有北美回来的，伫美国、外国回来的，就知影到伫拜五的下晡日头要落山进前，你就看到穿乌衫的犹太人。有时阵你若大的社区附近有犹太人的会堂，就会看到即款的情形。因拜五日头要落山以前，就大家全家穿乌衫，穿啊真整齐，然后用行路。因敢若会当用行路。因有的犹太人到即马认为讲啥物开车是工作，所以因一定买厝就买伫因犹太教会堂边附近。用行路的，因讲安尼我就无安息日我无工作，所以毋知影恁敢有看过即款的情景？伫北美啊，伫欧洲拢有即款，因犹原持守着旧约以色列百姓的传统，伫安息日来做敬拜，伫安息日来大家做伙来听上帝的话。但是咱基督徒，咱基督教会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咱即马是安怎？是礼拜天
礼拜日来做礼拜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若照着福音书，咱照着使徒行传是安怎？耶稣伫7日的第1日搁活，所以咧，伫7日的第1日，耶稣的门徒就做伙组织伫遐敬拜天父上帝，伫遐阿罗主。7日的第1日，所以咱基督教会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咱即马是礼拜日、礼拜天、星期天来做礼拜，甚至到即马有时阵，咱若捌伫较大型的教会聚会，咱就知影佫有周间礼拜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人会工作，想讲即马台湾的迄个半导体的工作，你若伫电子厂工作，你爱轮班，也是医生、护理师爱轮班，也是军人、警察，哇！因真侪人固定煞变做礼拜，袂当出来一个因的工作的所在以外的所在，伫遐做礼拜。像讲军人，礼拜早起，哇！伊爱保护台湾啊！伊无可能讲每一个基督徒的军人，拢甲部队讲，我是基督徒，我礼拜早起我拢爱固定离营休假，安尼会惨，安尼军队要安怎，国防要安怎，所以有真侪教会有周间礼拜，就是利用拜三来做礼拜，也有，甚至即马嘛有教会少年人的敬拜赞美的现代型的礼拜是啥物时阵？就是青少年团体聚会拜六暗。拜六暗有敬拜赞美的礼拜，所以咧，咱就爱思考守安息日对你我21世纪的基督徒到底意义是啥物？到底意义是啥物？咱几若礼拜拢讲到这个旧约，上帝透过摩西所传的这个诫命、这个规定、律法，几若千年前的生活方式，因的生活环境，甲咱即马21世纪的现代人，其实是差别真大。有时阵，咱爱想讲，这个规定到底信仰的意义是啥物？信仰的意义是啥物？对你我到底有啥物重要性？所以，咱若看到新约的福音书记载，耶稣伫安息日医治破病的人，甚至耶稣伫安息日，当伊带了这个门徒伫田野迄行的时阵，耶稣巴肚枵，伊就安怎摕这个麦仔，田野内底的麦仔来食，因为安尼引起这个犹太教宗教领袖会生气。所以耶稣是安怎回应？耶稣安怎回应这个问题？耶稣讲到这个规定规范重要的意义在伫倒位？所以耶稣讲什么？无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甲先知，我来毋是要废掉，那是要成全。然后耶稣安怎讲安息日？伊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毋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也是有的人安尼来翻译即句讲，安息日
是为人设立的，但是咧，人子毋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耶稣降世的意义在伫倒位？耶稣降世的意义在伫倒位？耶稣为虾米伊讲人子？伊讲家己是人子，这值得咱来思考。安息日对你我到底是虾米意义？敢是一项事，就是不管你有心无心，坐伫遮就是啊。也是讲安息日，也是对咱来讲，敬拜一礼拜中独独敬拜上帝的即日，对你我的意义到底是甚物？留意下这，咱伫新约福音书，伫新约使徒保罗所写予初代教会的批信，以及咱伫咱现代的生活中间，咱要活出咱的信仰，我想一项代志，咱应该爱体会会到，就是咱遵行上帝的诫命。其实，你讲到我若会当背讲律法安怎要求，安怎要求，这无拄拄是上重要的。上重要的是啥物？上帝爱你我，上帝爱咱人，到底要做啥物？这是无共款的态度。律法要求甲人，上帝爱人做啥物？这有两种无共款的观点，看一项共款的代志。亲像咱知影，有个人面对着律法，面对着法律，咱讲世俗的法律、民法、刑法、什么无法。有个人态度是啥物？我安那正旁正康，对无？正安尼安怎会当互我会当袂互政府抓着？所以十几当前迄个食安危机是啥物？只要不验出有毒物质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物件，这个食品就无问题。十几当前迄个啥物？哦，一个兄弟啊所掌握的一个大企业，哦，迄个食品的上大的公司，伊的态度是，只要无验出正法律规定的这项有毒的物件，我这个食品就是安全。所以有啥物地沟油，是无？地沟油吼。啊，有个人对伫法律的态度，但是咱知影，即款对伫食品安全的法律，其实是爱咱人做啥物？爱确定我卖的食品是对人的健康无影响。但是你若讲律法要求是啥物，态度就变做讲，我无检验出即项法律规定的有毒的物件，就是会当卖无犯罪，这无共款的态度。所以咧，上重要的毋是律法怎样要求，其实更较重要的是上帝爱咱人做啥物。所以常常会讲，咱知影讲倒位有路边有迄个测速照相，知影倒位有，所以我爱开较慢。这是一款态度。另外一款态度是啥物？我遵守交通规则，我细致来开车是保护我家己，甲保护别人的安全。同一个交通规则，但是你用啥物态度来看这个交通规则，这煞有互咱产生非常无相款的生活态度，对伫生命的态度，这是真正重要。咱讲咱的信仰精神是在伫倒位？上帝爱人做啥物？所以使徒保罗伫罗马书7章6节，就提醒咱，既然咱伫捆绑咱的律法顶面来死，所以咧，咱
就爱脱离迄个律法，互咱服师主是照着神，咱讲华语讲按着心灵，也是按着圣灵，讲照着神的信仰，毋是照着语文的句样。什么意思？咱转变一个态度，这个态度是圣神伫咱中间，所以咧，咱焦点伫上帝，上帝爱我安怎做，上帝会怎样做，上帝会怎样来看。所以前几礼拜咱有讲到一个口号 WWJD，What would Jesus do？ 耶稣会安怎做？上帝天父上帝会怎样看？这说，这说已经甚至超越这个法律所写的文字啊，是一款咱因为军队主耶稣，咱领受到上帝的圣神，所以咧，咱做什么代志，咱想到上帝天父上帝安怎看？然后咧，天父上帝会安怎爱我来做？所以咱就来看，安息日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安息日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所以31章14节安尼讲，所以恁着守安息日，因为恁的圣日。因为是恁的圣日，守安息日，因为这是圣日。咱讲圣就是分别做圣，神圣就是一款分别，一款分别。咱讲分别为圣，也就是讲，伫咱现代生活中间。咱要实践这个诫命，守安息日。其实咱爱思考的是，咱现代生活，咱讲忙，大家拢真无闲。然后大家有时阵无闲到一个程度是啥物？我毋知影我的无闲啥物，也是讲有时阵啊，煞变到讲啥物？我无闲就是啊，互我足无闲。然后咧。好亲像烦恼就无去，好亲像我就会当躲闪我的真侪生活中间，我的需要，我的责任，我的义务，我就互我足无闲，这叫忙嘛。所以守安息日，其实咱爱思考一项代志，这是圣日，这是一个分别的日，爱伫咱。平常时阵，为着杂事，为着遮个社会上咱生活中间真侪责任、义务无用的中间，咱爱有分别。分别啥物？伫咱日常生活的压力中间，咱爱保留一段真有规律性的、亲像咱做礼拜。你著固定已经习惯啊，你已经成做一个你生活的一款规律。我礼拜早起，我将遮个行程尽量排开，尽量甲伊排开，共款规律性的时间，其实也互咱心灵来得到安息，互咱心淡薄仔较清一个。咱普通人讲心爱清。但是咱知影，咱日常生活难免有压力。你讲我退休啊，我即马无需要去上班啊。咱阁有啥物？咱健康的问题，咱有真多，咱嘛是爱去操烦的代志。但是咱守安息日就是一个足重要的提醒，爱有一个规律性的时间，互咱心。灵、身心灵得到安息，得到暂时
会休困。所以出埃及记31章17节安怎讲？讲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，第7日就休困来清营，休困来清营。当然，细汉的时阵，囡仔拢会问主题的老师，敢是上帝创造6日，然后咧，哇，真疲劳啊，我真忝啊，所以伊就需要休困。应该毋是安尼啦吼，应该毋是安尼，因为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，耶稣安尼讲对无？所以咱爱确定的，就是伫咱劳动操烦以外，咱人拢需要有休困，咱人的身躯、心灵。心灵拢需要有休困，咱拢会讲人毋是机器啦，人毋是机器，所以需要休困。但是咱知影，机器、机械，敢是需要休困？需要啊！咱车开的，敢是爱定期保养。咱电脑开久啊，拢咱专家拢教咱讲爱啥物？重新开机。若无咧，暂存记忆体一大堆，才会问题，电脑就愈走愈慢。啊，你若重新开机，电脑佫恢复正常啊。机械拢需要定期来休困，来做保养，何况是人？所以讲到即个安息，即个规律性的安息，即项事。这是上帝爱咱创造咱的一款的规律。讲到实例，就是捌有即款的新闻报道讲，捌有一间汽车零件的工厂。咱知影工厂是安怎？我收到订单，然后咧，我就开始来做赶订单。所以咧，但是即个订单拢有季节性。咱在座有做迄个货运的，就知影订单拢有规律性。有时阵是年中，有时阵是年初，有时当有的订单是年底，无一定看你做啥物。因为订单有即个周期性的，所以当工厂迄无用的时阵。拢需要求遮个生产线的遮个工人爱取消休假，然后咧日夜来赶货。但是就发现讲，工厂的主管就发现，就当取消正常的休困日来赶订单的时阵，所发现到。遮个工厂出产的产品不良率煞增加真多，然后咧，遮个取消休假来赶货的遮个员工，真明显的因工作的时阵脾气拢真歹，甚至咧取消休假的一段期间。工厂的工人啦，若毋是落工了后去啉酒醉闹事，若无就是煞家庭冲突来增加。所以咧，这也是另外一个即个新闻报道过。咱知影即马有真侪公司迄推动，就是周休3日，真侪公司。尤其是高科技这种高压力、高压、压力真大的工作，有公司煞试验讲，一礼拜休困3日。敢有因为安尼，整体的工作效率就变无好，生产的物件就较少，无拄拄。竟然发现讲，休困其实
会当增加工作的效率。休困，固定的休困，其实会当增加工作的效率。这就是咱讲的规律性的安休，这是上帝创造的一款的律。所以有的人感觉工作真大的压力，也是讲拄着啥物真大的代志，真感觉心中迄个石头互我握担当的时阵，有的人讲我就放空自己。其实这就是安休的意义。但是上帝其实爱咱，避免迄个互大石头压伫咱、抵压咱，亲像袂当喘气共款。上帝创造的这个律是爱咱有规律性的安休。所以用安尼来看，咱基督徒的安休，咱爱思考，敢是亲像一寡，亲像犹太人，也是一寡基督教的教派，去安尼强调，讲阮是拜六做礼拜，阮较是真正守安休日，恁是礼拜日，安怎？恁无迄守安休日，就伫遐争论，争袂了啦。所以保罗，你看2000年前的保罗，伊就安尼讲：有的人看即日比迄日较强，有的人看日日拢是共款。只是咱逐个人心内拢爱意见坚定。其实这段使徒保罗为什么讲到旧约律法的讨论的时阵，伊会加即句话：即日比迄日较强。有的人看日日拢是共款，因为即款争论伫初代教会就已经有啊。为什么是拜六？阮拜六做礼拜，恁礼拜，恁是礼拜日、星期天来做礼拜，然后伫互相伫遐咧争论讲，什么人较是正统？2000年已经论啊足济啊。其实对伫咱基督徒来讲，守安休日上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上帝爱咱每一礼拜会当，也是必须爱有一天的安休。安休，当然一礼拜一天的安休，到底意义是甚么？敢是我一礼拜休困一天，就有够野，我就整天放空；也是我休困一天，我就骑脚踏车去爬山，骑去山顶，安尼就好啊。咱大声来看，其实对伫守安休日这项事，福音书中间，耶稣所教示咱的，就是守安休日这项事，毋是咱基督徒爱看做教条来遵守，毋是看做教条来遵守。但是上时，咱也看到路加福音4章16节有记载，当耶稣转去拿撒勒，家己长大的所在，伊是照着习惯，伫安休日进入会堂，参与伫安休日的敬拜礼拜中间，甚至伊参与其中，伊伫礼拜中间徛起来读经、读圣经，所以咱也会当看出，咱毋是将守安休日看做教条，安尼干那看做教条来遵守。但是咱也看到守安休日是耶稣伫世间
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。因为守安息日这一礼拜固定的一天，咱身躯、心灵、心灵来安息，咱是爱来敬拜上帝，咱是要爱来甲上帝亲近。搁较重要，咱是大家兄弟姊妹组织做伙同心来敬拜上帝。这就是当咱基督徒，咱固定的时间，咱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做伙，咱讲团结力量大，对无？你一个人比伫山顶，一个人伫遐敬拜，迄款敬拜的动力，一定是袂亲像咱大家做伙同心敬拜的迄款的动力。咱用咱的行动，咱用咱共同的行动，咱来宣告什么？上帝是咱生活的中心。咱生活的中心，毋是工作。咱生活的中心，也毋是佚佗。你讲家庭重要，当然重要，但是咱生活的中心，咱袂当讲我的生命的中心就是家庭。当然无错，咱拢会当伫工作的中间，伫佚佗的中间。咱甚至伫咱家庭生活的中间，咱会当体会到迄款的平安、欢喜甲快乐。咱拢爱咱家己的家庭，但是咱拢爱知影，咱生活的中心其实就是上帝。所以咱也常常会讲，咱掠掉即个上重要的，咱其他的事拢会渐渐向即个好的方向来进前。所以咱若掠掉即个上重要的事，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其实无错，问题生活中间的问题无办法马上来得到真大的改变，但是这是互咱会当所有的事拢向即个正面的方向、正确的方向来进前。咱若将即个上重要的中心念毋着，不管其他的偌好，拢会走精。你看最近即个真侪迄个政治人物，拢互人起诉。起诉是啥物？贪污。为什么因拢是高人啊？为什么会走向即个错误的方向？就是迄个上重要迄个中心掠无嘛。所以咧，高人搁较高上歹事，对无？巧的人，遐会掠去关的，拢是上巧的人，拢是上巧的，拢掠去关。毋是讲迄个以前白色恐怖，高人拢掠去关，为着政治，为着要统治，简单毋是。是遐个即卖的真侪高人拢上空上芳，煞后来走偏啊，无应该摕啊，然后咧，若无就是帮赞迄个无应该摕的人摕着，然后家己得到啥物政治的利益啊，后来煞掠去关，也是互人起诉，也是收押。迄个重要的中心，咱爱掠着，就是上帝。咱掠掉即个中心，咱要安怎掠好掉？就是咱爱有规律的一日分别罪行，然后咱同心做伙来敬拜，然后咱独独敬拜上帝，掠掉即个中心。所以，咱对伫出埃及记，咱知影守安息日，
互一日分别罪性，独独归乎上帝。这其实是上帝百姓灵性的温度计，也是代表咱人对伫上帝甲咱立的这个约，以及咱成做上帝的百姓的这个身份、这个责任，咱敢有看重的一个记号。你看，你若平常时生活，你感觉你重要的事，拢会安怎？排除所有的困难，然后咧来做。安尼，咱基督徒伫主日，咱安怎表现？咱敢会亲像咱伫平常时生活中间你所看重的事？你排除万难去参与、去出席，但是礼拜早起，这个主日敬拜上帝的这个时间，你敢会开始会找理由，还是开始心中会感觉讲小可较忝还是安怎？这叫做灵性的温度计，灵性的温度计。所以咧，出埃及记31章13节，安怎讲？你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：恁的确守我遐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甲恁中间的证据，到伫恁逐世代，互恁知我就是耶和华，互恁正诚的甲上帝的关系。咱敢有将上帝的关系看作上重要，重要到讲无错礼拜早起，这几点钟真正是真宝贵。有个人想讲，我若这几点钟我去做生意，会赚偌济钱？礼拜做生意，礼拜早起，对伫有个人来讲是做生意上好的时间。但是你若是掠上帝做中心，看甲上帝的关系看做上重要，你就会排除万难，讲我这几点钟我店关起来，我也甘愿。灵性的温度计，过来就是守安息日。对咱基督徒来讲，对咱的信仰来讲，上重要的就是安怎？咱伫礼拜的中间，其实咱会当反省咱家己，伫咱所吟的诗歌中间，可能有一句话刺插到咱，互咱会当反省；也是读圣经的中间，也是伫大家祈祷的中间，反省咱家己，也会当帮助咱。帮助咱啥物？拜一到拜六，难免有真侪混乱的事，但是咧，伫礼拜中间，咱强迫咱家己，将咱的焦点放伫上帝，互咱帮助咱会当消除咱生命中间遮的混乱。咱也有即个机会，因为咱有反省。咱会当告别咱家己的欠亏，认咱的罪，承认咱的过犯。所以伫礼拜的中间，透过诗歌、祈祷、圣经，咱信仰的热情会当定心来点倒，也会当互咱用新的眼界来看咱家己的问题，通过安尼，互咱会当得到上帝的指引，引带咱敬拜上帝，也是互咱基督的教会会当维持健全甲活力。所以为什么我想咱久长以来，咱人无济，咱济湖教会人无济，但是敢毋是咱中日拢会安尼来
互相来勉励，咱会友会互相来勉励，咱礼拜爱照规矩来。佮安怎世经的教会，咱礼拜照规矩来。哦，若无吼，咱台湾遐尼热，这穿西装，有时阵真热，规身躯汗，热天的时阵。但是为什么？这就是透过安尼，这是外在无错，但是透过安尼，这是行动，表示讲什么？咱要照规矩来，咱看重这段时间，看重这个敬拜上帝的这个聚会，咱来维持伫敬拜上帝中间，咱维持咱教会的健全，重新维持这个活力。所以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10章24、22、50，敢是安尼来讲？其实咱教会大家聚会，彼此关心，激励咱爱有疼心，咱爱做伙行迄个好，所以咱袂当放弃聚会。咱反倒当爱互相勉励，因为咱知，就是上帝的应允接近啊。咱爱继续伫即个礼拜日，咱的主日的礼拜，咱持续来聚会，甚至咱教会所有的活动，咱也爱用安尼来继续来组织。所以讲，咱无错，咱即马咱大家年纪大，为什么受难周？不管安怎，咱一定爱有迄个受难日的礼拜。其实是爱拜1到拜5，拢爱有祈祷会。但是无错，咱年龄层已经悬啊，咱体力无够，咱体贴咱会欠缺啊。但是咧，应该做的，有缘爱做；应该爱做的，有缘爱做。咱持续来维持咱教会的健全，搁爱维持即个活力，即个热情的火，咱袂当互伊花去。所以讲到敬拜，1563年16世纪末，即个咱归正教会，咱知影咱是迄个咱是迄个宗教改革了后，咱正做基督教会。非常重要的海德堡教理问答，这是咱基督教会真重要的一个信仰告别。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对伫安息日是安尼教导，是讲，互上帝通过圣神伫我的内面做工，互永远的安息日对这个此生开始，这什么？就是咱伫敬拜的中间，咱爱起做，咱爱建立，就是敬拜，其实就是咱谈着天国的滋味。这是咱几若遍礼拜中间会安尼强调。主日早起的礼拜，就是你我咱谈着迄个天国的滋味，上帝国的滋味。所以咱爱想，我所认为的天国，上帝永远的国度，迄个永生，迄个有上帝同在的即个天国，即个上帝临在的即个掌权的天国是啥物形？所以咱思考，咱心目中安息日是啥物款？咱的安息日，咱的主日礼拜，咱敢是敬拜上帝最中心？过来，咱主日正做一间教会，咱兄弟姊妹中间，咱的关系是怎样？
咱的互动的情形是怎样？咱是安怎来彼此相对待、彼此相关心？有时咱会讲啊，我真关心，我真关心。但是关心的方法啊错误哦，有时阵却变做压力。有时阵咱是出于好心来关心，但受关心的人无拄拄感受会到。咱是怎样来互相对待？咱怎样来维持这个关系？过来，咱爱思考，你我，咱每一人，咱心目中的安息日，敢是有包括甲上帝、甲咱的家庭、咱甲兄弟姊妹，这个真实有意义、有品质的互动对话？有时阵，这也有真侪即个牧师去提醒咱基督徒，提醒什么？也是圣经也有安尼讲，合宜的言语啦。有时阵咱话拢讲啊真紧，结果咧无利益的话，咱煞去讲。所以有人提醒讲讲话前爱思考。我讲即句话，我是为着什么？咱若安尼思考，其实会当真侪时阵，咱会。我讲即句话是想讲，我提醒即个兄弟也姊妹什么代志？我安尼讲，我讲即句话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我心情歹，我有小可情绪，所以我要处理我的情绪，所以我讲即句话，还是讲我是为着对方好？这有时阵有差别哦。我因为我有情绪，所以咧，我讲即句话，我对某物人讲即句话。也是讲，我是为着伊的好，所以我讲即句话。这就讲有利益的话较来讲，无利益的话，安尼吞落去可能较好。若无拢会后悔啦。通常拢会后悔。过来，咱爱思考，我心目中的安息日，敢有包括啥物？分享上帝的听甲恩典，互四周围需要的人。所以我会记我伫牧师甲牧师娘伫美国的迄间教会，一个月会有一个主日是安怎？即个伊是每礼拜收圣餐，但是有一个礼拜是安怎？收圣餐了后。阁会有会友奉献真侪面包啦，会当分享需要的人，弱势家庭啦，迄也是一款安息日、守安息日的一个意义，分享上帝的听甲恩典。所以就以下这，咱要怎样来守安息日？咱要怎样来享受？上帝所定定这个规律性的安息，第一，咱爱建立是以上帝最中心。咱讲属天的生活节奏，用上帝最中心的生活节奏，重新来看咱的生活是安怎安排，然后咱拢一定爱调整先。即个前后的次序，甲咱每项事的步调，当咱抓着上帝最中心，咱来看咱生活的前后次序，甲咱生活的步调，然后咱爱互敬拜上帝，真做即个分别最圣的即个圣日，即个主日。但敬拜上帝是上优先的，所以你若用敬拜上帝做上重要的事，安尼真侪教会的问题，其实你会感觉讲就无啥物啊，真侪教会的问题其实拢无啥物，因为敬拜上帝真做中心，安尼真侪可能有时阵有一寡事，互你。为着教会安尼伫遐操烦，也是伫遐有一寡影响着你的心情。但是你若想讲，我来教会，即个主日就是独敬拜上帝，安尼遐个事你就
慢慢化解，感觉讲无啥物啦。所以调整咱的计划，咱伫礼拜前爱备办心，互咱家己对上帝有渴慕，咱也有甲兄弟姊妹做伙参与有迄个意愿，以及咱爱有迄个甲上帝亲近的期待。常常的讲，咱爱回想咱初接触教会，咱领受信仰起初的迄款的渴慕。咱敢有经历过？我真渴慕会当来做礼拜的迄个阶段。咱爱回想迄款，初中还是高中，哇，即个感觉圣诗真好听，吟圣诗，真全身舒畅，真期待讲礼拜早起来教会做礼拜会当吟圣诗。你敢有捌经历过迄款的阶段？回想迄款对是上帝的渴慕，参与教会的意愿，要甲上帝亲近的迄款的期待。然后咱爱互咱生活充满天国的滋味，咱求上帝显现伊甲咱的同在，并且咱家己会当伫逐种的代志顶面，咱爱归荣光互上帝，咱爱做任何事的进前，咱思考即项事，敢是会当荣光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咱掠着守安息日这4字的信用意义，咱将上帝看做咱生活的中心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愿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调阮分别阮罪性，互阮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。但是相时，阮也领受你的诫命，你爱阮会当持守迄款规律性的安息，互阮会当用一礼拜固定的一天分别罪性，用行动来告白阮。告白阮是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告白阮是有主你圣神的带领。所以主啊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看重伫阮会当做伙组织敬拜你的主日敬拜，也互阮伫主日敬拜的中间，主啊，你持续点导阮的热情，互阮会当用即款信仰的热情，成做行动，来实践你的话，来互众人也会当通过阮所讲所做，也会当体会经验到你的疼痛甲恩典，也会当看见你的荣光。愿恳求主你圣神的带领，帮助甲保守。愿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应答上帝的话，咱来吟圣诗。圣诗第142首。既若日光所照的位，耶稣伫遐管理万类。月有时圆，有时无去。遥顾圣国，逐位见知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42首。
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奉献，请民兵执事甲营养执事来施献。坐。下面我要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。报告的事项第一项就是2025年教会的奉献证明已经开立，放伫逐人的信箱内底吼。若有错误也是有疑问的吼，请甲我来更正吼。第二就是后主日3月29礼拜后要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，3月份受洗的名单有张邦熙兄甲尤来兄。第三，4月初3礼拜5是耶稣受难日，晚上7点半伫咧本会礼拜堂甲内湖教会举行联合受难日的礼拜。礼拜中有公休圣餐，请咱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出席，并且协助招待前来参加的内湖教会的会友。第四就是4月初5是国外节的赞美礼拜，由圣歌队要来献唱《爱无比大爱的选曲》。第五就是有需要2022年26年的第二季的新眼光读经的手势，请到招待遐去摕，也欢迎大家出席。礼拜5暗时7点半的每周新眼光读经的聚会。第六就是4月份的
会教会插花班伫4月12礼拜六上午10点至礼拜长要来开课，若有要参加的，向我来报名。第7就是咱真恭喜张邦熙兄甲春英姐夫妇的新妇，伫个顶礼拜生一个孙仔，愿上帝赐福因。第8就是后礼拜是中秋的主日，内底的题目经文启应甲圣诗金句，咱逐日来读。咱来看圣工的事奉。圣工的事奉，即礼拜的交代是文良兄甲贤宗兄，插花是梁长老，清扫是燕卿姐。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，书花是民兵执事，司琴是牧师娘，领唱是于洋兄，司献是于洋兄甲我本人，交代是友来兄甲谢崇姐。插花是江老师，清扫是素琴姐。咱来看咱奉献的部分，若有毋对，请对我来更正。咱来看本周的金句。本周的金句是出埃及记第31章第13节。恁的确着守我遐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甲恁的中间的证据。到伫恁逐世代，互恁知我就是耶和华，互恁成圣的，请恁的确着守我遮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甲恁中间的证据。到伫恁逐世代，互恁知我就是耶和华，互恁成圣的。恁的确着守我遮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我甲恁中间的证据。到伫恁逐世代，互恁知我就是啥恁成的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出埃及记31章13节。下面咱来互相请安。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91首。阿罗天地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。人伫普天下，人心阿罗上帝，阿罗三位一体，爸囝圣神。请咱起立来吟。咱就爱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掠上帝做咱生命的中心。咱逐项事拢用上帝做中心来做安排，来做咱做代志、做事的步调。愿咱拢会当照着上帝对咱的呼召，咱活出分别做圣，活出基督徒的香味，互众人因为咱所讲所行，也会当领受到上帝大大的疼痛甲恩典，佫会当对伫咱大家做伙所做的一切，咱互众人也会当经验到上帝的荣光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永变照恁，让慈悲款待恁。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
主。